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阿乐听我的祈祷。我的心智失去心智的时，就要对地极求救你，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的石盘，因为你捌做我逃闪的所在，做我坚固的台，来脱离对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棚，我要秘伫你的实下稳密的所在。咱同心来吟诗。圣诗298首，快乐快乐，咱来敬拜。请起立。同心用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启应文第25篇，也就是诗篇103篇。我来启，兄弟来引。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
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慈悲有仁爱，伊无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嘞，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一凭伊旨意的车使啊，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甲人的天父上帝，你予阮对始祖亚当甲夏娃的原罪来出世，你阁怜悯阮，甚至想使无罪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救赎阮的罪，予阮得到自由。阮实在袂堪得。伫6日的中间，阮受车遣出外做工，现在阮拢平安倒转来圣殿，要敬拜你。阮感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知影阮心生软弱，伫世间的征战内，真容易受到魔鬼的引诱甲攻击，至到失败甲犯罪。阮要伫你的面前吐气认罪，求你保护阮、激励阮、赦免阮。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快乐还是忧伤，阮拢要伫圣殿献上感恩的祭。掌管万邦万国的上帝，你是世界的主，也是台湾的主。你想使阮徛起的所在，即个台湾美丽岛。现在世界各国受到肺炎疫情的传染，阮拢非常的惊吓。真侪人倒伫病床，甚至死亡。恳求怜悯的主，安慰一切的痛苦甲死失，互疫情早一日来离开世间。阮迫切恳求你。今仔日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玉山新人院的奉献之日，愿你祝福学校的师生。尽心尽力为主的荣耀，教人传福音，因的欠缺也求主补助。亲爱的天父上帝，但愿已经清起阮的心，准备好势要来迎接你，请你的圣神来充满阮。阮也要恳求你的怜悯甲祝福，遐有身躯欠安、倒伫病床，无法度到圣殿敬拜你的兄弟姊妹。由你医治安慰因，互因早一日得到健康，
那也伫路途中，因兄弟姊妹也求你照顾因，因带因平安来到圣殿，甲阮一齐来敬拜你。无法度到教会的人，也会通伫厝观看网络即时礼拜的转播来敬拜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咱要来读上帝话，启示伫圣经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我来读，大家来听。第15节，已经食早顿，耶稣甲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较赢食的嘛？因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仔囝。16节，第二摆佫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嘛？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照顾我羊。第17节，第三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嘛？彼得因为伊第三摆甲伊讲：你听嘛我，就又问甲伊讲：主，你所毋知，无所毋知，我知，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羊仔。第18节，我实实甲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己腹，照所爱来行，独到老，你要伸手，别人就绑你，拖你到你毋爱去的所在。第19节，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来荣光上帝。已经讲安尼，就甲伊讲，缀我。过讲到张义新牧师，伊要互咱的信息是用听来显明咱听主。陈牧师六位牧长以及每一位真久无见面我的至亲的同门教会中一会友，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安排甲带领互我今仔日会当代表玉山神学院转来到伫14当前伫即个所在红木的同门教会。伫即几天我咧看咱的周报甲陈牧师的对谈的过程中间，我嘛知影讲今仔日是咱同门教会117当的一个庆典纪念主日，所以真感谢上帝特别的安排。我久无转来同门教会讲道，一转来讲道，就拄着咱的117当的纪念主日，所以伫遮我嘛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甲咱的边仔的人讲，祝同门教会生日快乐！来，祝同门教会。为什么我今仔日转来到伫咱同门教会来甲大家敬拜上帝？来即个所在讲道。原本是为着咱台南中会90周年的庆典，打算要借着即边的即个讲道鼓励咱大家来参加。原本伫5月31号要伫城大体育馆所举办的即个台南中会90周年的联合庆典礼拜。我原本来即个所在讲道的目的是安尼，因为我是即边台南中会90周年庆典的召集人因为副议长爱做召集人安尼。所以即边的即个联合礼拜，阮的目标是望5000个人出席来参加即个全台南中会一个联合礼拜
我印象十几冬前，我伫即个所在咧做礼拜迄阵，若拄着祭季迄阵，互咱东门教会拢差不多500人左右咧做礼拜安尼。所以我心内就咧想讲，哇，若说算吼，东门教会会当来鼓励大家踊跃出席，安尼有可能会当达到1/10的即个出席率安尼。总是无拍算，咱拄着即个武汉肺炎，所以即个台南中会90周年的即个庆典的联合礼拜，煞来延期安尼。其实通过即个突发的事件，嘛咧甲咱提醒，就是讲伫即个世间，有足侪代志、足侪计划，无法度照着咱人的计划，照着人的时间表来进行。所以人只有还是顺趁上帝带领，伫咱有限的生命中间来活出听主、应光主的生活。伫咧进入咱即个主题进前，先问咱一个问题咱先来想一个问题，咱来问咱家己毋知咱感觉咱家己够听耶稣？咱感觉咱家己够听耶稣？你无听耶稣的人举手，感谢主，大家拢无举手。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当人咧问咱够听耶稣的时阵，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拢会伫嘴里来回答讲我听耶稣。但是嘴讲听耶稣，甲实际的行动是毋是有共款？可能咱爱好好来想。我想通过今仔日的经文，会当帮助咱做伙来思考。咱今仔所看的这个圣经节，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9节，是耶稣伊搁活了后的一段记述。伊是描写耶稣对死搁活了第3遍这个学生显现的过程。这个代志嘛是发生伫这个加利利湖边的代志。耶稣学生显现了后，有甲彼得来讲话，就是咱今仔日看到这个对话。所以咱今仔日要对这个对话中间来思考下面几个方向。第一就是讲，伫这段的经文内面，主耶稣大声问彼得讲你听我有较赢食的嘛？华语的圣经安尼讲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所以伫遮咱看了讲，耶稣甲彼得问这个问题，讲你听我到比这的较深嘛？总是伫这过程中间，耶稣所讲的这的是咧指啥物？耶稣讲的这的是咧指啥物？有圣经的学者有做2款的推测就是讲耶稣所讲的，甲彼得问讲你听我，有比这的较深嘛？这的物件有可能是咧指讲即只船，也是讲这的希望，这的工具鱼也就是讲这的较俗世间的物件。耶稣问即句话，意思就是耶稣咧甲彼得讲彼得你听我到比听即个世间较侪嘛？意思就是安尼耶稣甲彼得讲，你听我到比听即个世间较侪。为什么耶稣要安尼问？因为伫耶稣受掠了后，伊这学生拢因为惊吓四界来逃走。大部分拢转去到伫因原本徛起的所在，转去到伫因原本的工作。咱来回想、回顾，这个彼得伊原本的职业是咧做啥物？伊是讨海人，伊是掠鱼的人，所以伊就带伊的兄弟差不多拢转去到伫这个加利利海迄个所在去遐掠鱼。伊嘛袂记哩家己的使命，所以伫遮耶稣搁再一遍来唤起着彼得的心互伊搁再一遍想起着家己的使命，爱转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第二个，嘛有学者认为讲，耶稣问即句话讲你听我有比这的较深嘛？耶稣问即句话，是咧指其他的这学生所讲的，意思就是讲，彼得你听我到比其他的学生听我较深嘛？你爱我有比其他的学生爱我更深嘛？
如果咱对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经文就有更较深的意思啊。耶稣问这句话，圣经记载，耶稣问几遍？耶稣甲彼得问这句话问几遍？问3遍。嘿，互咱想到，这个耶稣互人卖迄面的暗示，彼得几遍无要认耶稣，嘛是3遍。彼得3遍毋认耶稣。如果咱若参考这个马太福音26章33节，伫马太福音26章33节，彼得真有自信，安尼讲虽然众人为着你来受杀害，也我永远无受杀害。反过圣经安尼讲，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所以伫遮咱看来讲，彼得讲即句话，伊讲了真有自信。实在无料想到讲家己真软弱，伫迄暝伊讲即句话了后，伫迄暝伊就3遍毋认主耶稣。但伫即个时阵，耶稣互伊3遍的机会来确定伊对主耶稣的听。所以咱来想，伫耶稣的下面中间祝福彼得一个自信的机会。互彼得用3遍的宣告，爱的宣告，用听的宣告，来撤销伊3遍毋认主的一个过失。第二咧，伫这段经文嘛咧甲咱提醒，就是讲一个听主的人，伊爱背起重大的责任。爱主的人要负起重大的责任。通过咱读怎的圣经节，咱嘛爱来注意，这个听带互彼得啥物物件？这个听带互彼得，伊感觉讲家己需要背起更较重大的责任。啥物款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爱养饲耶稣的羊仔囝。耶稣甲伊讲，来喂养我的羊。耶稣3遍问彼得讲：你敢有听我？彼得拢真肯定来回答讲：主耶稣，你知我听你。拢用真肯定的语气甲耶稣回答。所以耶稣就互伊一个命令讲：来养饲我的羊仔，来喂养我的羊。这是当彼得伊表达伊对主的听了后，所接受的一个命令，嘛是一个真重大的责任啊！恁兄弟，这个听的背后，就是爱背起重大的责任啊！可能咱中间，咱听咱家己的亲人，所以咱对咱的亲人有责任，但是对伫遐个伫咱的生命中间，甲咱无有亲情关系，跟我们没有亲戚关系。总是出伫上帝的旨意甲安排，放伫咱的生命中间，佮爱咱去甲伊帮赞的人，咱才有责任去听伊。就是讲，这个人甲咱无关系，总是这个人放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毋茫讲，咱来听这个甲咱无关系的人，咱才有责任去听伊。我对这个2006年开始。我伫遮咧做青年牧师的时阵，就受到这个长荣中学邀请我去主理长中的早祷。咱知影讲长中伊有安排这个早起时，这学生到伫礼拜堂，来这个做礼拜。这对于我来讲，是一款的挑战，嘛是一款传福音的机会。安怎讲是挑战？咱一般伫教会咧。这个准备圣经，准备这个讲道，是照牧师的感动，照上帝的启示来准备。总是长荣中学伊的这个讲道题目，甲圣经节，拢已经定好啊。所以这个讲师无法度，照着家己的意思讲，爱照着学校所定的这个题目，甲所定的这个圣经节，按这个方向来讲。所以这是第一款的挑战。第二就是讲，长荣中学这些学生，大部分敢是基督徒，大部分拢毋是基督徒。所以，咱若照着咱主日礼拜这个讲道方式来讲，有可能台下骹一半以上的这学生会困去啊。讲了，毋免讲到了啊，讲到一半就差不多拢一片倒。所以伫这过程中间，这个爱想尽办法。来吸引这学生的注意力啊，袂当互因睡着。
我特别当我伫即个星期10档的时阵，游玩来到伫即个长隆中学主理早到，互咱知讲星期开车来到伫长隆中学，差不多爱开40几分的车程安尼。所以伫即过程中间，我嘛一度想放弃啊。因为真正有时感觉会神嘛也真野难安尼。总是当我读到今仔日的经文约翰福音21章15节内面。主耶稣对彼得讲你来养饲我的羊的时阵，我的内心有真深的感动。我知影讲这是耶稣交托给我的一个使命，我只有学习来顺从。所以未来我有哪会继续处理这个长隆中学的走道。弟兄兄弟，咱讲咱听耶稣，咱听教会，咱嘛着爱背起基督徒的责任。咱咧讲耶稣，咱听耶稣时，我们要负起基督徒的责任。什么责任？就是咱爱回应主耶稣的听，我们要回应主耶稣的爱。要安怎来回应？就是爱借着咱彼此相听，来表明咱听耶稣。借着我们彼此相爱，来回应，来显明我们爱耶稣。伫约翰一书第4章。19节到21节，约翰一书4章19节到21节，安尼讲咱有听，因为上帝大声听咱。若有人讲我听上帝，也怨恨伊的兄弟，就是白贼。因为无听所有法度看见的兄弟，就袂听所未看见的上帝。听上帝也着听伊的兄弟，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所以圣经真清楚甲咱讲。咱来对听兄弟姊妹中间来显明讲，咱对上帝的听。特别圣经所讲的这兄弟，毋是干那只遐的听咱，也是讲咱介意听的人安尼尔。我想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当对方来听咱，对方对咱好时阵，咱拢会听伊。总是耶稣爱咱听的，毋若是遮的人。耶稣爱咱去听遐的。无果子的、不可爱的，伫即个马太福音5章44节，耶稣伫马太福音5章44节，伊嘛安尼甲咱讲，即是我甲恁讲，爱听恁的对敌，为遐个压迫恁的人祈祷。听对敌，为压迫恁的人祈祷。46节伊阁讲啊啦，伊讲恁若敢若听遐个听恁的人，有啥物想事？就是细里也安尼行。可能咱看圣经安尼描写，咱心内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讲，这哪有可能？伫咱的生活上，一般咱拢较意爱亲近遐个听咱的人，对咱好的人，咱才要甲听。对遐个甲咱做对的人，可能咱莫甲拍就袂歹啊。我们不要打他就不错了。哪有可能甲伊听？足侪人会提出这款的疑问啊。总是圣经对咱所讲的，是真理，毋是道理啊，是真理，不是道理啊。有一本册叫做《没有道理的真理》啊，伫新罗书房有。真理是咧叫啥物？叫咱安怎样？真理是叫咱完全顺坦来行。可能别人会甲咱笑，讲你哪遮戆？对方甲咱安尼糟蹋，咱搁听伊，甲咱讲咱是戆人。总是伫遮嘛，甲咱保证，就是讲，当咱若顺探圣经真理的教示，当我们顺从圣经真理的教导的时候，上帝的确要行奇妙的代志伫咱的中间。咱当会当来做这款的实验，就是讲，伫这过程中间，虽然别人看咱是戆人，总是咱顺探圣经真理的教示来行，不爱照世间的道理来行时阵。咱会看到讲上帝会行奇妙的代志伫咱的中间，咱嘛会看见到伫咱的生活中间会得到最上帝更丰盛的恩典甲祝福。第三咧，伫这段经文，咱嘛会当看出，就是讲听，互彼得甘愿为主来牺牲，听互彼得甘愿为主来牺牲，而且这款的牺牲是实实价顶的牺牲。咱看这个圣经，耶稣甲彼得安尼讲，你少年的时阵用大家己腹，照所爱来行，
独独到老，你要伸手，别人就别你，华丽到无爱去的所在。华语的圣经安尼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为什么甲彼得讲这话？耶稣甲彼得讲这话是咧指讲彼得将来要安怎样死，预言彼得将来怎么样死。通过伊的死要安怎来应光上帝？互咱来回想彼得伊的一生啊。伊伫少年时阵，伊是一个真冲动的人。华语会当用一句形容词来形容，叫做意气用事。伊定定拢会意气用事。伊嘛家己有选择家己的即个未来要决定的即个自由啊。伊嘛靠家己的气力来选择家己的行动。但是过头自信，定定互伊造成侪遮失败。伫即个最后的晚餐，伊甲主耶稣安尼讲：主啊，我就是甲你落家，甲你同齐受死，我嘛甘愿。伊伫最后的晚餐顶悬，伊拍胸脯，伊甲耶稣安尼讲：我就算甲你做伙死，用关，我嘛甘愿。但是无偌久咧，伊就三遍。毋认主耶稣，伊遐当时啊，抑阁毋知军队主耶稣的代志，毋是干那靠家己的决心，靠家己的气力就会当做到。但是伊拄着搁活的主了后，耶稣互伊气力，互伊无搁再照着家己的意思来行，会当顺探上帝的意思。伫历史上嘛有安尼描写，就是讲彼得后来伫罗马，伊嘛受定十字架。来死啊！伊的最后的下场嘛是甲耶稣同款，互人钉十字架。但是伊要求这阿兵哥爱甲伊倒钉，倒钉十字架，倒钉十字架。因为伊感觉讲伊不配甲耶稣同款的死法。所以对安尼，咱知讲彼得伊是真心的悔改，伊用死来显明伊真心听耶稣。等下位。听有彼得有勇气来为主受定十字架，虽望最后是牺牲，总是通过这个牺牲，互伊的性命更较有意义啊！当然兄弟对咱顶面所讲的，咱会当看出，听互彼得第一有使命感，愿意背起重大的责任，听嘛互彼得愿意为主来牺牲。所以这段经文嘛咧甲咱讲，除非咱有准备接受这个重大的责任，甲愿意为主来受苦。咱愿意承受这个大的责任，甲愿意为主受苦。若无咧，咱毋是真心咧听耶稣。当然兄弟，咱嘛来想，咱今仔日的基督徒，甲初代的基督徒，甲中国的基督徒，咱来做一个比较。咱会发觉到讲，咱即马咧做基督徒，加足幸福。敢毋是？咱在座这兄弟姊妹，咱有需要来信耶稣，然后受人迫害，啊是讲咱来做礼拜了后，咱行出去这个门了，互人掠去关，甚至掠去刣。我想大部分的人，咱无拄到这款的情形，咱毋免冒着性命的危险来做礼拜，毋免因为信耶稣，互边的人甲咱攻击，互咱受压迫。总是伫遮，咱嘛来反省，就是讲，咱敢会伫遮尔舒适的环境中间，来失去一个做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嘛？咱敢会伫遮尔好的这个环境内面，咱失去讲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甲使命？那安尼，咱要安来做？这算是咱上界重要的部分啊，就是咱需要听的行动，我们需要爱的行动。一个基督徒，咱信耶稣，上界关键的，咱除了信耶稣以外，咱要传福音，需要有一个听的行动。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咱需要去传福音，去引带人来亲近主，甲别人来分享耶稣的听。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爱安尼做？因为这是耶稣
上天进前所交代一个正重大的使命。耶稣伫上天进前又特别甲每一个跟托伊的人安尼交代，讲所以恁爱去，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佮互爸囝圣神的名干行洗礼。所以基督徒就是爱通过听的行为甲见证，引带人来接受福音。特别伫咱的身躯边，咱若有机会，咱就爱把握机会来协助这福音的事工，这传福音的事工。咱若有机会，咱就爱把握来甲伊斗相共，来甲伊协助安尼。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有一个真简单的方式，会当互咱通过听的实际的行动来帮忙这个福音的事工。就是通过这个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通过这个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互咱会当借着奉献来帮助福音的事工，来帮助这间栽培福音的使者的学校。我想伫咱的这个手中有这个玉山神学院的这个奉献袋，伫这个奉献袋的后壁有咧写讲玉山神学院因未来才会需要。甲所欠缺的部分，我咧看即个奉献袋顶悬第一项就是讲关系因的即个敬商费因着5900万的敬商费然后佮加上其他特别的需要，我甲算加起来超过1亿5000万超过1亿5000万所以伫这过程中间，上帝今仔日，互咱有一个真简单的机会，通过奉献来帮助这个培养福音使者学校。特别咱今仔日，咱咧庆祝释教117档，咱咧庆祝释教117档。上帝嘛通过互咱这个特别的安排、特别的机会，互咱伫咧庆祝释教117档的时阵，咱会当用一个真具体奉献的行动来回应即间奉主的名所设立的玉山神学院。我想。咱伫咱中间，上帝若互咱啥物款的感动，咱就照咱的感动来奉献，安尼就无毋对。因为上帝要照着咱所做加倍赏赐福气伫咱的心上。更较要通过咱听行动，互即间奉主的名所设立的神学院，会当培育做上帝所要差派这福音的使者。而且咱嘛邀请咱大家来支持这个神学教育，因为咱台湾目前只有差不多5% 的人是基督徒，5% 的人是基督徒，所以咱有真大的这个福音的市场，咱的福音市场真大。特别咱中间，咱有这个优秀的青年，还是讲伫咱厝邻，咱有这个好的囝儿时势，咱会当鼓励家己的囝儿时势来献身，成做上帝的奴仆因为今仔日是这个神学院的纪念主日，伫遮嘛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毋知咱敢知影神学院出产啥物？神学院出产啥物？神学生除了神学生，佮培育啥物物件出来？牧师啦，出产牧师啦咱对这个牧师这个角色有啥物款的想法甲看法？咱每一礼拜来遮敬拜上帝，咱拢听无共款的牧师伫即个所在讲道，来分享上帝的信息。毋知咱对即个牧师即个角色有啥物款的想法甲看法？进前我捌听过一个韩国的牧师，又讲一个例啦我想会当帮助咱来思考。伊讲伫即个泰国的电视台，有安排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牵一只大象。咱都看咱知泰国伊做者大象，就牵一只大象伫即个电视节目内面。然后，即个主持人就甲会众讲啥物人会当互即只大象流目屎，互即只象流目屎，就会当得到3万块的奖金。所以大家拢想尽办法，要互即只大象流目屎。总是即只大象拢无要流目屎安尼。有一个牧师伊就行去即个大象的耳孔边
行去耳孔边，甲伊讲做牧师的经过。吼，一个牧师甲即只大象讲伊安怎咧做牧师的经过。伊安尼讲，一个牧师吼，若是年轻会友会讲伊无经验，一个牧师若规个头毛拢翻白，吼，少年人，佫嫌即个牧师上过操劳。伊佫讲，一个牧师的家庭若有5个囡仔，会友会讲即个牧师是要甲教会教倒呢。总是一个牧师，伊若无有囡仔咧，即个会友佫会讲阮的牧师无好的模范，没有好榜样，叫阮生囡仔，家己拢无爱生。一个牧师，伊若讲道看笔记，会友会感觉讲真死板，无清澈啊。总是一个牧师，伊若讲道无要看过咧，会友佫会讲牧师是拢无准备呢。一个牧师，伊若对教会内即个送香的人送香人较关心，人会讲伊是咧作秀，他是在作秀。总一个牧师若对好嘅人较关心咧，人佫会讲伊是想要正做贵族嘛，他是要成为贵族嘛。一个牧师，伊若指责人会错误，会友会讲即个牧师脾气无好。总一个牧师，伊若拢无讲关系罪的教导，人佫会讲伊是一个放纵罪的人。一个牧师，伊若开一只旧的车，会友会感觉讲互阮足无面子开旧车，互会友足无面子。总是一个牧师，伊若开一只佫新佫好的车，人佫会认为讲伊是咧颠啥货他在炫耀什么？如果一个牧师对从头到从尾，拢是伊家己一个人咧讲道，大家拢会听甲真野神拢是一个人咧讲。总是即个牧师，伊若邀请别个人来讲道咧，会友佫会讲伊无尽职我家己无爱讲，邀请别人来讲。一个牧师，伊的社礼较悬，人会讲伊真爱钱。总是伊的社礼若真少咧，人佫会讲伊的价值只不过安尼尔，它的价值只有这样子而已。哇！这只大象听到牧师讲当牧师的经过了，哇，目屎骂吼，华语讲痛哭流涕所以这个牧师就得到3万块的奖金。这个主持人足唔甘愿，无偌久了，伊佫举办另外一个活动。这边的题目就是讲只要任何人，互这只大象行出摄影棚，走出摄影棚，就会当得到5万块的奖金。我这边来参加的人佫较侪，大家人拢想尽办法要互这只大象走出摄影棚。但这只大象安那用尽办法，伊拢无爱动结果这个牧师过来伊敢若行去大象的耳孔边，甲伊讲一句话尔。这个大象用冲的冲出摄影棚，冲出摄影棚。大家人就问这个牧师讲：你是甲大象讲啥物话这个牧师回答讲：我叫这只大象去做牧师我呼召他来当牧师各位，可能咱听到会感觉介好笑总是当主耶稣呼召咱用听来服侍，用听来奉献的时阵，用听来回应上帝的时阵，愿咱会当甘心乐意来回应上帝特别咱今仔日来庆祝咱东门教会释教117档，我想咱来问咱家己你愿意用听的行动来回应主吗？咱在座兄弟姊妹，咱咧庆祝东门教会释教17档这个特别的日子，咱敢愿意用听的行动来回应主耶稣？这次伫咱中间，咱若愿意的人，伫遮我嘛来做一个邀请，请咱将咱的目睭开起来，请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将咱的手放伫咱的心的顶端，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面。我要来带咱来做一个祈祷，互咱会当通过未来咱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互咱会教会咱的家庭伫将来会当领受上帝更丰盛的祝福。咱三个来祈祷，
充满听甲怜悯的上帝，阮感谢你。即个主耶稣所流落听的款式，互阮会当来学习。总是因为人的软弱，致使人甲人无法度和谐来徛起啊！求主耶稣你来帮助阮，互阮伫未来会当尽上介大的气力来活出基督徒水的见证，佮发出基督徒美好的香味。阮的家庭、阮的教会，甚至是社会，因阮听的付出来得到转变。求主你也赏赐阮听的气力、听的活命、甲听的使命。互阮每一个基督徒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因为听的见证来得到上帝敬奉性的恩典，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阮的家庭、阮的教会，也因为安尼领受上帝满满的祝福。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即时来念圣诗152首，救主听堂的声来回应。来
时，咱要来奉献。今仔日是即个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元旦会当照着咱的感动，上帝若感动咱奉献偌济，就照即个感动，为即间奉主的名所设立的学校来奉献。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来掀开周报第10面。教会消息，今仔日是本会设教117周年纪念主日，第一堂礼拜后上午10点半，要召开中执会，地点伫社区发展中心的上年大学的教室，请中执团契机构首长预留时间来出席。第二，本主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新学院派张日新牧师到本会讲道请安甲报告，请会友兄弟为玉山新学院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三，本会定伫7月初5日主日第一堂礼拜中举行洗礼更新礼，未接受成人洗礼更新礼的，请伫5月初10到5月24日办公室报名；6月初7日也是6月14日参加基要真理的课程；6月21日参加问道理。要报名幼儿洗礼的，请办公室报名，报名到6月21日止。其他的消息，咱家己来看。我再补充一点：本会五站数月姊妹已经伫5月15日蒙主温调，享年97岁，定伫5月22日，就是即个礼拜五上午9点，伫家己的厝，就是伫如龙路350巷24弄12号举行入殓告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其他若有事工的兄弟，请恁家己来注意分担的事工时间。若奉献请家己来过目。若是有出入，咱的
干事来更改。最后，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一摆，兄弟来读2摆。听我的，我也听伊；困切找我的，要找着。箴言8章17节，咱来读2摆，开始。听我的，我也听伊；困切找我的，要找着。箴言8章17节，一摆。听我的，我也听伊；困切找我的，要找着。箴言8章17节。刷来去介绍请陈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毋知道第一遍来咱教会做礼拜的兄弟伫咱中间无？若有，请你举手好无？因为牧师遮无资料，请你举手。若无，我来介绍咱顶礼拜5咱的五赞数月老姊妹蒙主温调，伊的后生。松川兄甲新妇阮凤姐今仔有伫咱的中间吼，请恁徛起来。因拢伫台北做礼拜，真久无来咱遮吼。好，多谢。好，安尼时间交互苏辉。咱来唱祝福的车恳的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咱三个来领受对天的恩典，但咱已经听见着圣经的教示，愿咱真基督徒的责任，尽力传福音，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活出基督徒三听美好的见证，就咱伫天的爸要赏赐咱满满的恩典甲福气。但愿最后所祈祷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圣神的扶持带领，甲恁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
请兄姐互相请安，保持距离。